家好，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台湾通信30档纪念地刊读册会。今仔日是第一季的第20集，我是小嘉，还有我做伙主持的阿明。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计共有4篇。头一篇是白话字版，作者是香梅。这篇文章伫咧台湾通信特刊的第636页，线顶第109期第10页。第二篇火金菇，作者是朱宝山。这篇同款是伫咧第636页，线顶是第141期第10页。第三篇南边光彩，作者是林美雪。这篇文章会使伫咧特刊的636页找到，线顶第142期第12页。第四篇是30档特刊回应，哪篇光彩回应，作者同款是林美雪。这篇敢若册顶有伫咧637页。好，头一篇白话字版，这篇有6拍啦。毋过伊第5拍的白话字甲第6拍是同款的吼，就是第5拍是白话字，第6拍是用汉语的方式给写出来。所以这篇文章计共有5拍，会使请2位朋友来解读。头一位朋友会使读头前3拍，有谁要先来试看卖 ？MM 举手。好 ，MM， 你要试看卖头前3拍无？好。台福教会林茂道牧师听讲，阮 New Orleans 有人想要学白话字，伊就发批通知台湾共乡，伫去年9月招生开课，每礼拜5暗时7点半，借台福教会要教有趣味学白话字的共乡。看到这个好消息，阮一阵拢总有16个老学生。开始伫拜5暗准时欢欢喜喜去上课。每摆的课程是牧师教白话字，然后牧师娘讲一寡台湾俗语，俗语表现祖先传落来的智慧。另外，阁用白话字唱圣诗。虽然阮这班有一半以上毋是上帝的信徒，但是阮拢用心学习，而且圣歌唱甲真欢喜心。上课了。阁有点心通食，阁通配话。初级班伫2002年12月结业。伫结束进前，牧师出一个题目：我的家庭，互大家练习写白话字的作文。每一个人拢写甲真趣味，拢有特色。我伫遮要深深感谢牧师、牧师娘，恁有需要的所在，我就去会真诚。恁确实咧行主的道路，恁是阮大家学习的模范。好，感谢 MM。拄则你要开始的时阵，我袂记你讲第3拍的头一段吼，伫咧册顶悬，伊是有欠一个字啦。2002年的12月，这字你拄则有读出来，所以我毋知你是毋是看啥顶的。毋过若无，就表示讲，你知影伊在讲啥。你拄则读的这3拍。我敢若有一个问题，就是头一拍的第2段吼，迄是招生还是招生？伊拄则敢若读？我读招诶。招。嘿，我读招。是要读招，还是要读招？我嘛毋知呢。咱来家查一下好啊。一般通常我会讲招生啦，用招嘛吼。毋过我袂记拄则，我是听怪怪，所以我才会嘿，敢有人会记哩？好，爱转去听录音吗？因为敢若有一个人名叫做招弟嘛，嘿，就是讲较早重男轻女，拢叫查某后生叫做招弟，所以我就想讲应该是读招啦。我若用汉字甲查吼，伊是招生甲招生拢有呢。拄则阿明你讲是读招吼，还是招？招吼 ，OK， 好，安尼互大家参考一下。因为咱通常比赛讲吼，华语讲招罪啦吼，咱会讲红招的嘛吼。嘿，就是迄款意思比赛讲咱
出去甲人讲生理啊，要甲人隐晦吼，这就是一种招生理，就是用招来讲。好，敢有其他的问题？拄则 读的这3趴，敢有啥物所在想要讨论呢？对有一个所在就是第3趴的所在，毋知影是毋是我听了较无遐斟酌，就讲第3抓的所在有一个拢有特色啊吼。拄则听 咧读迄个特啊吼，因为是有 TEK 嘛吼，药的迄个音。头拄则听 咧讲，较留较成 TIT 的迄个音啦吼。毋知是毋是我听毋对去安尼。应该是我发音较无标准。好，正常啦，咱有时话若讲较紧吼，咱迄个 EK 迄个音吼，迄个音可能较表达较无遐尔啊准。咱迄个音吼，音嘛是共款啦。以上。好，感谢阿明的补充。我阁补充拄则迄个招生的迄个词吼，我用白话字去查招生，有另外一本词典嘛有收啦吼，是迄英语的大英词典，吼，互大家参考一下。好，以上。敢阁有其他的所在想要讨论？好，若无咱就继续后壁剩2趴，吼，一趴一趴是白话字。有啥要来读这2趴？阿杨还是马鲁克？我会使来读。好啊，感谢阿杨，来请。牧师鼓励我投稿，下面是我的白话字作文，我的家庭，参大家分享。20年夫妻结缘，异乡打拼做一家，生养后生查某囝，2个古水逐项的囡仔学业也袂成，父母认真做工课，5万囝儿紧大，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毋知影这要安怎断，酱醋茶，有喜乐嘛有冲突，喜愁哀乐当年过，梦想风来倒，上仙，翁某逍遥游世界。好，感谢阿杨。你拄则讲的迄，我想讲是毋是因为迄是拢是5字伫咧读的吼，所以遐可能应该是毋免变调啦吼，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尼敢若变调嘛是会使呢？大家安怎看？那我会讲2款讲法啦，这是酱醋茶，这是拢无变调的。另外一款的变调讲法就是酱醋茶，不过这听起来第2款变调的讲法，是毋是会感觉小可怪怪？因为这本正音拢是5字嘛，吼。你若甲变调，变做有一种茶是用酱甲醋去做的，变酱醋茶，对无？无紧，咱再来查看卖啊，是毋是有酱醋的即款的讲法安尼？若准讲伊无甲迄个字甲念做伙，可能会看起来较正常，对无？柴米油盐这就是较无啥问题啦吼，主要是后壁的酱醋吼。拄则甲查是无酱醋这个讲法啦，所以我感觉就是讲，这个所在拢总甲读本调安尼啦，这是我的见解。以上。好，感谢阿明的分享。拄则阿杨读的这2趴，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想要提出来讨论？好，若无问题，咱头一篇就读煞，安尼换第2篇。第2篇会敢若5句话，一首短的诗，有啥会当替咱读这篇？无阿明，这篇互你读好无？好，花金菇吼。对。好。花金菇，闪时的花金菇，带我行暗淡的田庄路。若毋是恁的光，我就孤单无伴，心头袂得烧。好，感谢阿明，替咱读这篇《花金菇》这首诗。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无咱就继续第3篇《那边光彩》。这篇嘛真短，我看一个人来读好啊。阁着你啊。好，无问题。好，请。好，那边光彩真丰富，文章画图全有，练武骄傲乌珍珠，
行销全国捌输，社区应做认真做，厝边床头斗相报，起做地方免功劳，代代相传有福报。自然环境爱保护，爱向顾家觉悟，一点一滴有出路，认真打拼有出路，全民共心结规干，依持生态莫变单，响应县长政策带，青山绿水应做伴。感谢 MM 给咱读这篇诗，我拄则有听到，敢若是头一拍的第三纸吼。你是读珍珠哦，毋是读珍珠哦。因为迄汉字写珍贵的珍，所以我就叫伊会读。好，啊，即是是毋是一般咱是讲珍珠较济啊，还是讲珍珠？感觉咧台语拢用珍珠较济。哦，好。即个字吼，伊伫即个甘威廉的即个书典内面，伊有两个音啦，一个是丁，一个是真啦吼。啊，伫教育部甲写做文白音安尼。好，啊，若是即两字斗做伙的时阵，咱是会讲真还是讲丁啊？通常咱会讲珍珠啦吼，因为你若加插即个古字吼，一个丁吼，啊，伫个甘威廉的即个字典内面，伊都写着即个珍珠。好，感谢阿明的补充吼。丁可能是毋是人名较济啊？就是你的名内底有迄个字是，啊，佫拄则下面讲迄丁秀啊，我感觉这应该是惯势的问题啦吼。嘿，的确是惯势的问题，无毋对。OK， 好，安尼都无问题啊。我感觉伊即篇诗写了真好呢，迄押韵嘛是真水安尼。好，啊，毋知大家敢有啥物想法？对头前这三篇文章，大家敢有啥物想法想要提出来讨论呢？这讲到诗，我也毋捌用这个台语吼、台文吼来写过诗了。写诗哦，会使试看卖啊。系啊，有若有机会会使来写看卖。伊这头一篇的所在，就是甲我迄个宗教方面的啊，因为应该是讲伊头前作者咧写是讲伊去参加即个教会的即个活动啊吼。我感觉应该是，就是伫咧教会迄边有开白话字班啦，啊，大家都小少去学习安尼。因为伊有作者有讲，虽然讲伊毋是信徒吼，啊，毋过大家嘛是就学了就欢喜的安尼。讲到这个诗，我就也是讲即款道具的吼，我就想到一个迄落，算讲一个猜谜啦。我讲一句啊，互大家摇看卖是啥物物件安尼，好无？好啊。即句是安尼啦吼。红关公白老鳖，乌张飞走去味，要一项水果。你讲较慢的，搁讲一届。我搁讲一届。乌关公白老鳖。红关公白老鳖，乌张飞走去味。我有看到 MM 有举手哦，啊无咱请 MM 来替咱解答一下，好无？我是较早捌听过，生活版就好啊。好啊好啊，敢有人知会当举手一个？拢无。请 MM 来讲话。其实我有想到一项物件，毋过我无啥确定。无，咱请 MM 来讲好。我较早是听讲是荔枝啊，毋知敢是搭。对，是荔枝无毋对。伊就是讲果子的皮是红色的嘛。对。伊的肉是白色的。籽乌是米伫咧内底。对，就是安尼。我想到的毋是真诶，毋过迄个形容嘛是足成诶呢。你想到啥？火龙果啊。火龙果。系啊。火龙果，嘛是啊，只是可能内底有足侪乌色诶迄个。伊迄是伫咧肉顶悬一点啦。嘿，对。因为你若削皮大甲削掉，你就会看到伊诶肉，伊就一点吼对。火龙果伊有红肉甲白肉诶。红肉是后来才有诶啦，若是以前吼，古早时代也无啦，就是以前较接看诶白色诶肉。对。嘿，我拄则你咧讲时，我是头一个就想着，我是无去想着哪支，毋过应该拢会通啦吼。因为我上尾一句是讲乌张飞走去味嘛，
所以讲伊即个乌的即个部分是去互迄个白老鼻甲红光光甲包起来，所以是看无诶。哦，好，嘿，对对，你讲诶迄个红龙果还是讲火龙果，伊就是直接伫肉诶表面看有诶。好，嘿，这是安尼我挑战失败啊！袂啦，着嘛算一个笑亏，这嘛是算讲囡仔诶时阵听人咧讲，互伊有这是一种菜味啦。嘿，趣味台语诶菜味安尼。好，安尼感谢阿明甲咱分享即个趣味诶菜味。好，安尼看起来头前3篇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吼。咱所来读上尾一篇，迄篇是伫咧回应咱拄则读诶上尾篇吼，哪篇讲菜共款是共一个作者。即篇是白话字，我是希望讲有业仔诶朋友拢会使试读看觅咧。吼，好，阿明。好，安尼我就搁继续刷落后壁这30档诶特刊回应，吼，感谢小嘉。咱上尾一篇吼，30档特刊回应，这篇文章加强有5趴，是全白话字。我想咱嘛真久无读到白话字诶文章啦吼。哪篇光彩诶回顾，作者共款是林美雪。咱先请小嘉来替咱读，敢好？好啊，读1趴还是2趴？读2趴好咧，感谢款。好，安尼我开始。好。时间亲像风雪钱，日过月，月当年。秀一个台文通信30档啊，我要甲恁比赞，讲恭喜，搁甲拍拼依持即份台文刊物的成败，讲努力。恁的拍拼、着磨甲坚持，互咱遐罕得的台文刊物，还阁徛在会使行遮长的路，满心感谢恁。知影恁要出30档的纪念特刊，互恁邀请着来写我家己伫2006年投的一篇文章，哪篇光彩的回顾甲感想。真实感觉真公平，总是家己的歹文目，阁已经过15档，记伫歹啊，无法度写甲焦长，有较实咧，望会使量情。以上。好，感谢小嘉。小嘉读的这2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第2趴第4节上尾遐就是总是家己是歹文目，歹文目是啥物意思？歹文目，好，咱来查看觅，这我把头一摆听着。查无呢？文目。敢是你还可能爱查文目，可能就是个。我查文目无毋对，毋过查无。安尼咱会使要伊的意思。是是要讲家己的迄个文笔无遐尼好啊？嘿，对，是我是用上关，我是查文目上关是有好文目，就是有文笔自在的意思。哦，有。就是拄则小嘉讲。就是文笔的意思。对。感谢小嘉嘛，感谢阿杨。伊讲的歹文目，就是讲伊的文笔无介好啦，即个意思。好，感谢安尼阁学到一个词哦，大家会使甲记起来，嘿嘿嘿。赞哦！赞！感谢阿杨的提出好大家敢阁有啥物所在要讨论？假使若无，咱就阁刷落读第3趴。马路口敢有伫咧？无，请你来甲咱。第3。嘿，对，第3趴。好。我会记得这篇是我写台语4句连去投稿的头一篇文章。迄当阵我还阁咧读台语学分班，学家己的台语文真正。我对张福如老师带的高路花幼稚，大家做伙吹杀台语。张医生逐不时咧甲阮鼓舞，爱阮尽量写台文投稿，互咱台语文通互较侪人看到。
我毋是搁来写文章诶人，无人伫后壁甲我送，我真办单写。即摆想起来，正经爱感谢张医生诶鼓舞，我才有勇气甲自信投稿，才有家己诶作品留落来，会使甲大家分享。这届当然嘛爱甲台文通信诶主编审稿诶老师做落力，是恁毋甘嫌，互我有机会通发表家己诶作品，看到家己诶文章红报出来，心肝头毋那欢喜，嘛是互家己诶肯定。好，是吧？谢谢。嘿，感谢马路口。好，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先讲一个所在啦吼。第4趴诶所在有一个人名，张福珠啦，迄个福，因为伊是第8条，所以咱变调都是爱较低音挂，张福珠安尼。其他大家敢还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来 AM 请讲。本来就是讲那边是树林边，迄敢是一个地名，行政区。敢是高雄迄个那边？敢若是哦，迄是一个所在，一个地名。行政区对吧？嘿，是一个。对。嘿啊。因为伊伫高雄有一个所在叫做那边嘛吼。对。所以作者反正是南部人发的药啦。对啊，因为咱若是为头前迄篇那边公菜遐诶内容来看，伊就感觉是一个所在，毋是讲是伫咧树林边安尼。以上，我补充一点，拄则马路口读诶下骹算起来第2纸，上尾迄几字是报出来，伊拄则迄报敢若有变调去啊。我听到即字尔。好，以上。好，感谢小嘉，嘛感谢 AM 来提出。好，大家敢还有啥物所在有疑问无？还是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来，阿杨。毋是疑问啦，是想要讲，就是应该是伊是住高雄打狗无毋对，因为第4纸迄个高乐会算是大乐会的前身，就是高雄罗马字协会。伊迄当阵应该较无像即马线顶遐方便啊，应该拢是就是在地邮寄讲带高乐会邮寄啊，应该都是高雄遐的。好。OK， 好，感谢阿杨的补充。无咱继续刷落第4趴。第4趴，想讲请阿杨好无？好，请。写即篇的起因，起是家己写四句联掠歌，嘛要学了阮那边的社区用做了展。迄阵的馆长做启宏，伊是那边人。正拼死咧做社区营造事工，阁有那边文书工作室，济义工，因用心改造地方的环境，结合在地零散，就是乌金属任务，注重环保，保护生态，互伊成做美丽的乡村，大家相挺出钱出力。互阮即个小小的庄头充满故事，文化会使生炭。阁拄好，阮大娘姑有写关系那边的歌曲，我嘛顺势写4句联来表现阮那边的特色甲乡民的拍拼，替阮那边广告。即搭讲的广告。重点是伫咧台语文，互人通看到，知影台语文的水，哈哈，这才是我主要的目的啦。好，感谢阿杨。大家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还是补充无？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讲阿杨读的这个第4趴的头一纸吼，第2句话啦，有这个 Q 起，这个 Q 起我毋知影啥物意思呢？大家敢知？伊讲吼 ，Q 起是家己连写4句联掠我，迄阵
阮读着这段的时阵，一直想无讲伊即句话是啥物意思。问看现场大家敢知影伊即个意思是伫写啥？敢是除了的意思？除了是要家己练写诗句咧，嘛是想要学到社区用做了赞。我感觉阿阳的即个解释真正确。小甲，无，我是要饲迄个丝仔路，结果饲着歹，无我就是要讲 OK 安尼，因我的理解嘛是共款的。对对对。只是讲伊这 Q 起，你若是查迄个字，就无迄个意思。毋过你若是规句该看一个，佮看后壁迄句，就是亲像拄则安样讲的吼，就是讲除了练习写四句练以外，吼掠外伊要用掠外安尼，嘛是安怎安尼好。就是安尼，无啥物问题。只是我是毋知影讲，敢有人平常时咧讲话，还是讲写文章的时阵，会甲叫安尼使用的，我毋捌看过呢，就感觉怪怪，无迄个语感嘛。嘛无语感嘛，反正是我学了即个台文较浅啦吼，无普通时啊，若咧书写是讲话，较袂讲口气呢。这原说是某一个地方的特殊的讲法，这嘛无一定。我嘛是安尼想，安尼都互大家参考一下。互大家做参考。好，感谢阿阳嘛，感谢小嘉。大家敢还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还是补充无？MM 有举手。是要借问大牛歌是啥物意思？大牛歌吼，咱甲查看觅。本正我嘛想讲要来请教大家讲，应该毋是大姑娘遐尼简单吼。大牛歌就是讲大姑仔意思啦，就是翁的姐姐啦，翁的姐姐叫做大姑嘛吼，翁的小妹仔叫做小姑仔嘛，吼大姑仔甲小姑仔，咱台语安尼讲。甲安尼听人讲大牛歌呢，也是讲这是较南部的讲法，因为伫阮中部遮较常听人讲，就是讲大姑仔，无是讲小姑仔，安尼即款的讲法。好，咱就搁甲第五趴吼，搁甲读落后。咱第五趴，我看咱请 来甲咱读好完，好无？好，好，请。我看台文通信的网站顶悬有写讲，网站放的是为1991年的第一期到2006年的142期的台文通信。我发现家己的文章拄好附着买房车，同买一期2006年142期。哇，这会使讲是一款的荧光感谢主你奇妙的安排，愿主保守台文通信这个台语文的园地永久袂趴远。好，感谢 替咱读第五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还是补充？无呢？无好，安尼咱今仔日4篇文章都拢总读好完后。好，这4篇文章大家敢有啥物款的心得，还是讲啥物款的感想，拢会使在大家提出。还有，因为会有人鼓励引导过。我会记你进前，我袂记是第几集，毋过有一集是恁特别拣我伫内底写的文章啊。我嘛会记讲，迄当阵你嘛有个就是鼓励我嘛加写啊。我是有咧写，毋过我嘛想要分享讲，应该是伫恁建议进前，因为即篇是我伫咧上下米的进阶班的时阵，其中一个功课，我写的嘛算是试句咧，那就是7字啊。我有投稿互台湾20字啊，就是上新的这期有看我写的。若是有想要看的朋友，因有放伫线顶，因去看啊。我是写全白话字，共款写全白话字安尼。阿阳，你讲的迄篇是毋是9月出的迄本？我有看到呢。就是。安尼你著甲你迄篇的网链会使搭伫咧咱的空间下骹，互咱现场的朋友会使去欣赏一下你写的迄篇文章，写了真好呢。
好，多谢，好，我大伫下骹。好，感谢阿杨。感谢阿杨哦，嘿，拄则阿杨讲即个算是台湾罗马字杂志对无？台湾字杂志。哦，台湾字杂志，歹势，哦，台湾字杂志，哦，伊有互开放大家吼用台文来投稿，大家若有趣味吼，拢会使去甲投稿看卖咧。好，感谢阿杨的分享。现场敢有朋友也要来分享的无？是毋是轮到你来分享啊？轮到我吼，嘿嘿。对啊，咱顶回有讲呢，讲咱即集是咱第一季的上尾集嘛。你有一个故事要分享互大家，对吧？对，无毋对。好，安尼大家互我小可时间，我有准备相片甲一寡线顶的即个我找找到的资料吼，甲搭起来即个老尾句的所在安尼。伫咧我要讲即个故事进前吼，我先甲大家报告，我有去现场吼勘察，有去实地啦吼去看。不过就是讲，伊迄个所在吼，其实边仔拢有徛鸡，所以讲内面吼，我甲看，因为迄是一间古厝嘛吼，我伫门口甲看，我是发现讲，伊是小可乱啦吼，毋过看起来佫介成有人伫甲整理安尼，所以也无了解即个所在是毋是有开放互人入去参观，所以我都无行入去安尼啦。我伫网络有找做着一寡资料。有相片，甲一寡人写的即个 blog，我就甲遮个资料搭起来互大家，大家若有趣味，我会当去甲看卖。即个故事是安尼啦伊即个故事的号名做加建厝的由来啦啥来叫加建厝大家甲大家分享即个内容的时阵，大家应该都会了解，啥会互人叫做加建厝啦即个故事是发生伫咧清帝国的时代。伫咱南投草围墩的一个庄头，或做下庄。而且先煞甲大家介绍一下伫咱草围墩这个所在有四大姓：姓洪的、姓李的、姓林的、姓简的。姓李的家族呢，就以下庄这搭这个庄头遮来发展。咱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就是对这个李氏李家来讲起。有一个叫李三变的人就是这摆故事的始祖。李三变伫下庄发展到一个坎站了后，伊按算要起做一间厝，因为安尼，伊怎对这个唐山请一个木匠师来甲起厝。伊连参这个要起厝的这个木材呢，伊嘛真讲究。这个木材是为唐山来的一个福山。当要行工进前李家就专工来问这个唐山师傅讲：师傅你爱食啥？因为因按算讲要甲这个师傅款待好势。通好互即个行工的过程顺利圆满。师傅就甲讲，伊爱食加建啦。即个师傅伊有带一个师对伊来做伙起厝。即个师伊爱食的物件是鸡肝。拄好产面师傅一人食一款啦，拢爱食一款的鸡腹来。来开始行工这主人家逐日中昼的时阵，因为拢食中昼顿嘛中昼顿拢会杀一只鸡。来互因即对师傅徒弟食，毋过这师傅就发现讲奇怪咧，哪会逐项鸡的腹内拢有啦，独独都是无即个加建咧。原底即个师傅咧想讲应该是主人家袂记哩的款啦，想讲明仔应该都有啦结果甲加长工嘛共款无即个加建，你忙忙等等要食加建啦，一礼拜过安尼，共款就是无看到加建。即个师傅这时阵怎怨毒伫心内伫这时阵伊就起一个歹心的念头。伊按算讲等这个厝若起好，要借这个画五彩的机会，挑工来做桥。咱讲画五彩，就是讲咱古早咱厝若起好，拢会伫这个壁啦是讲这个楼房的所在会画图啦要来画水安尼，就会有做画五彩安尼伊就借这个画五彩的机会来做桥。现场来问大家好敢有人知影这个做桥是啥物意思无？敢有人知？做啥物发挥毋知呢？毋是，伊是一款救蛇人死的这个意思啦，叫做做桥。好这个师傅伊安怎做桥？伊伫人兜落雨伊安怎落雨咧？伊伫楼房的所在画一只大只船这个大只船伊的船头若向外口。
就会甲即个厝里的即个福气甲财运，拢总甲载出去，将其尾致使这规家倾家动产。伊所画的即款的符啊，就是人讲的即个准符啦。这可能要对即个宗教科技有研究，才会较知。也大家使看我分享的相片伫个倒手边顶头的迄张，大家详细甲看这个老公因为这个古厝年过真久啊，所以较看袂出来有这个图啦伫迄个咖啡色乌乌迄搭迄个所在有无？有画船啊，若甲放大来甲看，应该留看会出来有一个船的形影啦好，迄就是大船。好，当即个师傅做即款色的台，伊当然来赶紧宣传，人讲的阿婆人讲厝完工了，就急要离开啊，五彩画画的，包袱款款的，就要走啊。这个时阵，雄雄传来一个声啦，师，你的家眷啦。师傅我头一个甲看，原来是你家的人赶一包生好的家眷，要互伊早咧落嚟食。哇，但是啥歹啊咧？这师傅去误会人的意思啊！原来主人家无甲伊的这个家眷甲放袂记啦。这时阵师傅心内就咧想讲，打一声害啊咧！我打就已经伫人兜共落雨啊！这声要安怎共挽救？要安怎补救？伊就想啊想，怎甲主人家讲？伊想到这有一搭五彩的所在，画五彩这个所在画无交整啦。伊甲这主人家讲，伊可要等伊处理一下。了来，过来，伊就参这个主人家，就我等去厝体处理啊。事实上，伊是要创啥？伊是要伫这个老公，伫这个老公的所在画小船啊。大家当过来看这个我分享的第4张相片，正手边，下骹迄张第4张相片，迄就是小船，小船啊，就是画伫迄个所在。这个师傅呢，画几只小船，这边船头都无共啊。方向都无共啊！伊即边船头甲画向内，画向内意思就是讲，即个小船为外口驶入来甲厝体内面，就是意思是讲，看会当补救即个伊画大船的即款的损失无啦。后来师傅甲即个小船画好势了，伊就倒转去长山兴工起厝落雨的代志就到遮煞过。毋过即件代志已经传甲规个庄头，大家拢总知啊啦，来厝兴刚好势暗，就甲号名做三边堂，还是讲三边堂。你这个你家入厝了后无偌久，逐日尾暗仔拢会看到大厅第2期中一个所在有3个穿红袍的形影。这个中节台语讲中节，华语是讲这个横梁啦，华语讲横梁这个第2期中一个所在有3个穿红袍的形影，对迄个所在落来甲涂骹，甲因规间厝安尼乱甲安尼如苍苍啦。毋然安尼呢，这个三边洞你家人暗时咧困，定定伫半暝啊，拢会出现一种怪声。即款怪声是安尼啦即款的怪声。你家人就去互即个怪声吵甲无才了困。想讲奇咧，着半暝哪有即款声音啦？怎甲爬起来看？来到大厅老公的所在啊，竟然看到老公的船的震动呢！而且因看到这个大只船是对内底驶位外口出去，细只船是对外口驶位内底入来。你甲这个时阵就咧想敢袂是叫迄个师傅甲咱做扣去？李三边伊这个。算讲即间厝的主人就想讲安尼袂使咧，伊就决定要去登山一转，去登山找一位张天师来甲破解即个代志。李三边包袱款款的，准备要来去登山，拄好撞到迄阵朝廷派来的即个杨本官来台湾，经过伫咱草尾墩下庄的时阵，有听人讲爱食家眷的师傅来起厝的代志。专工我来你家来甲看卖，这杨本官一个看，伊用伊手头的这个姿势笔但对第2期中一个时阵雄雄落落来沙底红砖角，自迄届过安尼过了后，迄3个穿红袍的形影都拢无看都拢无看伊伫咧厅堂所以这个3个穿红袍的这个怪事从此就无去杨本官化解这件代志了后，李三边就随装去
登山要来找这个张天师啊。张天师吼是一个伫道教来讲，应该算一个神仙啦吼。啊，伊早就料到讲，这个李三变会来找伊啊。挑工就伫个路里，甲李三变来相拄。啊，两个人就伫遐破头开讲，啊讲，啊去煞去讲着伊李三变行工起厝诶代志。也张天师听诶，就送伊一道犁头符，甲其他几道符啊。伊就爱李三变摕转去照伊诶交代落去甲做，保证一比一中。啊，李三变就安尼甲即个符啊，早转来到厝啊，开始照即个张天师诶交代。比如讲即个符啊啦，安怎搭啦啊，即个要来放伫菜咧啥物所在啦拢照张天师诶交代。毋过呢，即个船仔声半暝听着即船仔诶即个怪声，佮看着即船仔诶叮当诶即种状况有较改善啦，但是嘛是佮一直咧发生咧。啊，毋知影讲是即个登山师傅伊诶船夫诶功力伤强还是啥物原因啦因为毕竟伫登山师傅落雨啊了，伊嘛有一段时间啊啦，所以出去你甲规家伙啊，怎伫即个庄头即个所在，安尼舞甲安尼弄家山体，啊行船啊分散规世界，啊互即个大家族啦出去伫即个庄头都帮败落济啊。这就是人讲的这个大船再出，小船再入的这个故事加建出的由来，就是安尼。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好，感谢阿明这故事就精彩嘿。我会记得咱毋知一个什么时阵咱有讲到这个加建厝，你有讲你要分享嘛？今仔日总算是听到你这加建厝的故事啊！赞，互你100分。大家报告因为我4张相片有2个盲连，这2个盲连拢是有讲到这个加建厝的故事欢迎大家去甲看卖咧有趣味的人会当去甲看卖。这个故事嘛是做囡仔的时阵迄当阵有乡土语言的这个课算讲是这个台语老师讲互阮听真趣味，因为这款故事算讲较在地的人才会知影所以嘛是分享我出世的所在的一个传奇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我想讲，你是做囡仔的时阵听到这个故事嘛？你无感觉讲这个故事中有一趴感觉足恐怖的，就是迄暗时有啥物红袍的啥物形影踮遐害来害去，佮有迄船仔的声，迄船过会叮当。你听到的时阵敢袂惊？我就是讲这是几啊古。嘿，伊毋是几啊古，毋过迄阵做囡仔时阵咧听，会感觉紧张、刺激。迄有当时甲人看迄个鬼啊片共款，你知影？会惊，但是佫想要看伊后一步会安怎发展，迄款的心情。嘿，这款故事是毋是一种传说还是讲有可能有一半真一半假这我咧想应该是要讲传说嘛对，要讲伊一半真一半假，这嘛有可能。因为确实是有一间古厝但是是尾仔的人去甲延伸一寡故事出来这嘛不一定。对因为迄船佫画伫咧中一遐船是画伫咧老公啦，老公的所在。老公对老公嘿歹势我拄则甲伊更正我的讲法，老公应该就是讲这一款横梁，中极应该讲是咱厝尾条厝尾顶有迄个，嘛是共款有迄个横梁啦，屋梁啦，应该讲华语用屋梁的款，因为伊是对即个厝尾顶的所在落落来嘛，这个3个红袍的这个。我感觉迄个，若是咱要用较科学的方式来解说迄三块红砖角，红砖角，可能是因伫咧起厝的时阵袂记得甲伊摕掉迄是加出来3块，可能日头安尼照还是安怎就有一个形影出来，对，我是安尼想的啦。对，你安尼讲无毋对，因为伊是离尾暗就是讲尾暗的时阵，伊才有看到嘛。伊拄好伊的厝若人讲的西照日啦西照日的时阵，凡说迄3个红形影，伊就会走出来。这是以咱现代来讲是安尼啦但是以较早古早人，凡说无即种的概念，
啊，无即种概念都是会有一寡怪谈嘛，吼，还是讲你款灵异的迄款讲法都会走出来。咱咧听即款故事，咱就听就当做是一种传说的故事嘛，好啦吼。你若要讲你用科学的现代角度咧，甲去讲，这嘛是嘛 OK。啊，毋过咱因为咱毕竟咱嘛是听故事，咱听故事啊，就嘛免过头认真安尼。嘿，对啊，毋过我其实佫有听到另外一个重点咧，伊嘛袂使讲是重点嘛，就是迄长山来的目睭拢就歹，就歹心诶。甲你倒糊啊！嘿，有影呢，啊，就是去误会人意思嘛。因为人知影讲，这个长山来这个师傅爱食鸡肩，啊，因为头拄仔这个故事内底有讲这个主人家伊逐日中昼拢会杀一只鸡仔嘛。啊，伊杀鸡仔啊，逐工杀，你哪有可能讲一只鸡仔所有的鸡腹内拢有，都是无鸡肩？啊，你无鸡肩代表啥？就凡说是有人偷食去，啊，凡说是主人家甲迄个鸡肩摕起来，应该讲是甲这个鸡肩拢总款起来，啊，甲包好势，要互这个长山师傅。是，啊，所以这个故事是毋是甲咱讲咱有啥物代志，就是爱当面讲互清楚，莫互后人有迄款会当怀疑你，还是讲谣疑的迄款感觉出来，安尼其实人甲人之间的信任就无去啊。啊，你若要对好嘛，是爱互人知影，莫踮遐叶叶啊，你若做了好的代志嘛，是爱互人知莫家己安尼就秘手安尼，啊，若无谁会知影讲落尾食亏的是家己，对吧？这你要讲这个一部手机，嘿，因为我前一阵仔拄好有写着，好，就是花着插头前，毋通插后壁。好代志就是爱互人看，爱互人知，莫家己安尼叶叶插伫后壁，遐毋是啥物歹代志啊，对吧？无毋对，啊，所以讲，咱对即个故事会当去知影讲。你要讲这主人家伊是毋是要互一个师傅一个 surprise？这嘛有可能。确实嘛是无先甲即个师傅讲啊，既然师傅你敢若爱食即个鸡肩，安尼我就甲你的鸡肩拢保存起来，啊，等甲你厝起好，啊，要倒转去长山时阵，啊，我才甲即个鸡肩规包互你，安尼。这嘛是一种解说的讲法啦，嘿啊。但是。你甲看，就是因为安尼两边全有即个心结，也有即个误会，也有即个师傅伫即个老公来做巧。确实讲，即个师傅嘛真不应该啦人无你食鸡肩，你就伫人个厝诶，共为即种存户啊，害即个家族啊，规个拢崩败落地去啊，这嘛毋是啥物好代啦。好。对啊。其实好，我即摆使讲啊，就是其实我准备即个故事嘛，已经准备一段时间啦。头前有甲大家讲，我去实地去看过。其实足久以前啊，自做囡仔听过即个故事以后，就想要去看，但是一直无即个动力无即个机会通好去看安尼。因为今仔日是咱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的即个读册会第一季啊最后一遍啊过来咱就要休寒过年安尼当时佫开这无时间表但是都是要甲大家报告者，就是做到这第20集，阮也无简单而且我想要代表小家啦就是讲甲大家说一下多谢，说一下感谢。因为咱赤坂放送局是为今年228开始第一集，自头至尾拢有遮个好朋友遮个友志来斗阵参与真感谢恁的捧场，互阮有即个动力即个活力继续来做读册会。对，因为是安尼，所以以前我就是咧想讲敢有啥物好的题材会当做一个算讲 happy ending。想到即个较早台语老师捌甲阮讲过一个加建厝的即个故事又果是全台语来甲咱讲，佫发生伫我的故乡算故乡啦出世的所在真趣味就借即个机会参大家来分享。那呢，以上应该爱换小家来讲两句啊。好，讲两句
感谢阿明的分享，听了就欢喜的。好，两句。无啦，你好。啊，我无准备呢，要讲啥？无就是想讲，真正就感谢所有来参与的，毋管一届两届，还是大概拢有来的朋友啊，真正就感谢恁的嘿，感谢恁的收听啦。因为今仔日是咱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啊，其实阮阁有咧想讲，明年的读册会是要共款读台文通信，还是讲有其他的所在会使来读？吼，这其实阮目前啦，讲坦白的是无一个想法。啊，阮若想讲，大家若是有啥物想法，嘛会使互阮建议安尼。若准讲你有啥物好的题材哦，吼，想讲咱其实会使读即本册啊，即本册嘛真趣味啊，还是讲咱共款会使读台文通信啊，毋过咱会使安怎，吼啊，所有的 idea 拢真欢迎啦，吼，因为阮要休当上无爱休2个月。到明年的旧历过年煞了后，才会想讲要送啥物新的物件出来，所以大家若是要互阮意见的，嘿，还佫有时间啊。若是阮有一个想法，有一个idea 出来的时阵，嘛会甲大家讲过安尼。好，以上感谢小嘉，嘛感谢大家。有一件代志想要甲大家拜托，就是咱车帮风送局吼。不管是伫咧 YouTube 还是讲 Podcast， 大家若有趣味，则甲咱多多放送甲宣传，吼。但是小甲头讲诶吼，就是过年了，其实阮嘛有一寡新诶安排。假使讲若有啥物款诶消息，嘛拢会伫咱诶官方诶这社群哦，莫讲官方，咱这无亲切哦，袂使安尼讲。伫咱诶这个倒数诶台语车帮哦，不管是伫咧面册、IG 哦。YouTube 是甲这个 Twitter 应该是讲册啊拢有啦嘛欢迎大家来甲咱 follow 安尼好。最后搁一次甲大家感谢感谢今仔日有来甲咱读册甲咱收听的这个好朋友咱这个友志好咱今仔日报后一回还袂使讲后一回嘿嘿嘿。咱车帮放送局咱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就到今仔日结束。感谢大家的支持甲帮赞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暗暝，大家安安，再会，大家再会，拜拜，再会，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新年快乐，拜拜。今仔日的语词：招生、珍珠、文墨、做桥、兴工、劳工、中职。